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為大家帶來重磅分析。國際金價、銀價持續攀升，市場對美聯儲降息的預期正迅速升溫。特朗普稱已確定美聯儲下任主席的人選，並將很快公布。北京時間12月1日，現貨白銀歷史首次觸及57美元安士，現升 2.26%。現貨黃金突破4240美元安士，現升 0.45%。這個消息對市場影響重大，讓我們深入分析。首先，我們來看關鍵數據。傳鮑威爾將於12月1日辭職，隨着現任主席鮑威爾的任期將於明年5月結束，誰將執掌美聯儲這一全球最重要央行，成為市場矚目的焦點。11月30日晚間，有海外小道消息稱，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被傳將於12月1日辭職。消息人士稱，鮑威爾將於周一晚上7點美國東部時間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宣布此事。不過該消息主要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目前無美聯儲或主流媒體官方確認，且存在多重矛盾點。這些數字背後的含義非常重要。接下來分析背後的原因。根據美聯儲官網的日程表，鮑威爾在美國時間周一晚上8點的確有一場演講活動，但並非緊急會議。此前特朗普頻繁喊話要鮑威爾辭職，面對特朗普的猛烈激烈言辭，鮑威爾始終保持了堅定的立場。鮑威爾曾多次公開表示不會提前離職，將全力履行美聯儲主席的職責直到任期結束。下一任美聯儲主席哈塞特，美國總統特朗普周日最新表示，他已確定美聯儲下任主席的人選，並將很快公布這一決定。這反映了深層次的問題。第三點，我們關注市場影響。據卡爾希預測市場的投注數據顯示，目前哈塞特獲得提名的概率為 72%， 較周二不足 40% 的概率大幅上升。美聯儲理事克里斯托弗沃納獲得提名的概率為 13%， 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爾什的概率為 12%。作為特朗普的重要親信之一，哈塞特近日公開表示，如果擔任美聯儲主席，他會立即降息，因為數據顯示我們應該這樣做。他曾猛烈批評鮑威爾的貨幣政策偏保守，公開主張未來1年內累計降息1到1.5個百分點，還建議單次降息可超25個基點。該立場與特朗普的降息訴求高度契合。這對投資者意味着什麼？第四，讓我們看看風險因素。市場似乎並未質疑美聯儲的獨立性，美聯儲威廉姆斯、沃納和戴利都支持12月降息。不過，瓦拉坦指出，投資者正在消化哈塞特可能導致美聯儲政治化的因素。他說，哈塞特效應可能會給美元蒙上陰影，並補充說，只要美聯儲主席任命的這種政治上順從的看法沒有消除，美元的貶值風險仍然很高。一旦哈塞特加入，美聯儲理事會中將出現2位從6月開始就會積極主張單次50個基點降息的投票成員，哈塞特與米蘭需要特別注意這些變化。最後，總結關鍵要點。高盛表示，美聯儲將在12月9到10日議息會議上下調利率，幾乎已無懸念。當前市場對25個基點降息的定價概率已達到約 85% 到 86%。高盛固定收益團隊指出，就業市場走弱與政策風險管理需求是促使美聯儲提前轉向的關鍵因素，且無重大數據預期將改變方向，本次降息幾乎板上釘釘。據 CME 美聯儲觀察，美聯儲12月降息25個基點的概率為 87.4%， 維持利率不變的概率為 12.6%。這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按下面訂閱按鈕，追蹤我哋更多投資資訊。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免責聲明：內容並非投資意見，亦不構成任何投資產品之要約招攬或建議。即刻上 SL886.com 啦！